都准备好了吗？少君放心吧。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。会长。我的武功呢？我是个废人，我该怎么办？没听说断魂散有这个副作用啊！芊芊，芊芊，你怎么了？中毒以后，我竟然武功全无。我陈芊芊从此以后就是个废人。母亲特意为我开设的武士卓选，我也不能参加了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绝。突然好想吃石榴，这个季节应该没有石榴。也对，武功尽失的人不配吃石榴。白金，去买石榴。是。少君，石榴。石榴。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，有就放心了。没有胃口，吃不下。拿走。少君，不如我修书一封，你我解除婚约吧，去投靠我二姐陈楚楚吧。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，二姐受众人拥戴，前途似锦，定会护你周全。二郡主身负重伤，情况并不怎么好啊。什么情况？哪个混账竟敢加害于他？那位二郡主执行秘密任务，约好了以烟花为号，不知道是谁提前把烟花给点了，二郡主的行动就暴露了，这不给人家过名声了吗？烟花怎么会照到楚楚呢？烟花，兴许只是个意外。韩少君还是可以考虑一下，在二姐。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三公主好生休息，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韩某。走，你给我等着！他们已经走了。居然不肯走，罢了，日后再寻机会将他送到楚楚身边吧。他也不会一直留在一个废物身边。能保住小命，已经耗尽我全身力气和演技了。石榴，三公主，桑岐大人来传城主令了。传令？传什么令啊？